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基督教國際神學院 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合辦嘅道學碩士英國簡介會。如果你是用普通話的話，請你到你的 Zoom 右下角 More 更多，那裡選擇普通話，有嗎？有這樣的弟兄姊妹嗎？好。好，如果你是用廣東話，如果你係用廣東話嘅話咧，請你都去到 More 嗰度，即係右下角 Zoom 嗰度，去揀翻廣東話。好，好，咁首先咧，我哋會簡單介紹我哋兩個神學院嘅同工。咁我哋嘅院長咧就係楊永常博士，係請你快揮手嚇。咁亦都咧係播道神學院嘅前院長新約榮休教授。咁李錦堂傳道咧係我哋本院嘅教務長，靈命培育部部長同埋專任講師咧係李家永傳道 Evelyn。咁副教務長咧係我陳浩萌先生，我係 Joshua。好，咁專任講師咧亦都有鄭永清傳道 Rita。特約講師咧有楊啟厚博士 Alan。咁鄧宇光牧師 Clement 係我哋嘅義務實習部部長。好，咁我哋而家幫我哋翻譯緊嘅係張娟，仲有其他同工同埋義工等等。咁而播道神學院咧有院長文建歡博士，係，同埋副院長及教務長譚志超博士。今日咧嘅流程咧就係我哋首先會有詩歌敬拜啦，跟住楊院長同埋文院長咧會講下呢一個 MDiv 課程嘅緣起、理念、目的等等。咁之後咧，錦堂同埋譚博士咧會講下呢個課程嘅簡介，播神嘅參與度。之後咧，我哋會有10分鐘嘅休息時間。然之後咧，Evelyn 咧會幫我哋講下靈命培育部嘅學分要求同埋非學分要求。跟住咧，我哋咧會請到我哋嘅同學仔振聲同埋華娟分享報讀我哋道學碩士英國嘅原因。之後咧，我哋就會有 Q&A 嘅時間，到最後咧就係有致謝同埋報告。好，咁我哋咧喺開始之前，我哋有一個簡單嘅禱告，好嗎？親愛天父，感謝你俾我哋 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嘅同工有機會咧可以一齊去服侍你。求主使用我哋呢一個道學碩士英國嘅課程，使你嘅僕人同埋使女可以去到工場咧，去到收割莊稼。求主帶領我哋今日整個嘅流程，以至我哋成個課程咧都有你嘅恩典，有你嘅帶領。感謝主，聽我哋簡單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邀請鄭榮清傳道幫我哋帶領一首詩歌。好啊，各位師長、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好。咁我係 CITC 負責兒童事工嘅 Rita，喺好榮幸啦，今日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首嘅詩歌。啱啱過去嘅復活節或者而家我哋都仲係紀念緊主復活嘅日子啦。有一首詩歌咧好感動我自己嘅，係嚟自19世紀中一位美國佈道家 Robert Lowry 佢嘅著作。咁咧，詩歌嘅背景咧就係嚟自希伯來書第9章，基督嘅血。基督嚟到世界，用自己嘅血一次進入至聖所，成了永遠贖罪嘅事。今日我哋嘅罪因着耶穌基督嘅寶血得赦免，因着耶穌基督嘅寶血，我哋得平安，得救贖。今日我哋咧都同一班同路人嚟到去尋索，係咪要全時間去接受裝備，去到咧投身擺上自己嘅時間，去到去侍奉主嘅時候，都讓我哋以呢一首詩歌先咧嚟到去紀念呢一位救贖我哋、呼召我哋、揀選我哋嘅主。咁咧詩歌咧係會用
普通話嚟到去唱出啦。啊，我好似未講係咩歌名？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唯有主耶穌嘅寶血。詩歌咧會用普通話嚟到去唱出，不過咧佢有英文嘅字幕。如果比較熟悉英文嘅弟兄姊妹咧，可以用英文唱出。咁我自己都試過咧，都可以用廣東話咧嚟到去唱嘅。咁讓我哋咧透過呢一首詩歌嚟到去思想，同埋咧喺我哋唔同嘅空間裏邊敬拜呢一位創造救贖揀選我哋嘅主啊！唯有主耶穌基督嘅寶血，讓我哋咧最後以呢節希伯來書12章1至2節嘅經文彼此勉勵。我們既有這多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不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詩歌分享到呢度，將時間交俾楊院長。好，首先再一次歡迎大家參加基督教國際神學院同播道神學院合辦嘅道學碩士英國課程嘅簡介會。當我知道有20幾位弟兄姊妹報名嘅時候呢，我心裏邊好感動，因為我哋知道你哋每一位都係好認真去尋求上主喺你身上嗰個召命同埋帶領。咁喺開始嘅時候，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嘅經文。呢段經文唔單止係幫助我自己喺我蒙召走上專職傳道嘅路嘅一段好重要嘅經文，亦都對我哋今日 CITC 要開辦同埋播道神學院嘅呢個道學碩士課程有好多啟發。我盼望呢一段嘅經文亦都成為大家每一位你自己當尋求上主嘅帶領嘅時候，係一個好重要嘅激勵。呢段經文就係喺以斯帖記4章14節，末底改同以斯帖嘅對話。末底改咁講，佢話：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滅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又或者環球聖經譯本話：豈唔知道你得到皇后呢個位分，就係為咗像現今呢個時候。呢段經文提醒我哋要明白我哋嘅所處嘅時勢，同埋我哋所有嘅時機。末底改睇得好清楚，嗰個時勢就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因為咧猶太人正係遭遇被滅族嘅呢個咁嘅危機，時勢係好危險。但係同樣佢睇到一個時機，嗰個機會就係原來咧神有預備喎。點解呢個皇帝要去物色皇后咧？又點解從眾多嘅美女中揀到以斯帖咧？每一個女子只有一晚嘅機會讓王認識佢，點解千揀萬揀會揀到以斯帖呢？呢個係神預備嘅契機。然後末底改提以斯帖，如果你唔爭取機會去為同胞嚟到向王嚟到請命嘅話，神嘅計劃一樣可以成就啊！猶大人呢一樣可以得到解決，不過唔係由你去做啊。別人可以得到呢一個機會，你就可能要滅亡。同樣，我自己喺我尋求蒙召走上呢條路嘅時候，天父俾我睇到嗰個時勢係乜嘢時勢？我睇到咧嗰個屬靈爭戰已經開始啊，萬世嘅戰爭已經開始啊！我哋要喺呢一個時勢搶救靈魂。我亦都睇到個時機啊！因為咧，我之前信主嗰10年咧，係好渾渾噩噩嘅，但後來主復興我，仲俾我有一個渴慕聖工嘅心，咁所以我嘅心已經預備好嚟到俾主使用，就係咁樣樣。我求主呼召我
主要真係呼召我，我就走上呢個專職侍奉嘅路。呢條專職侍奉嘅路係好艱難嘅，可以話俾你聽，我幾十年嘅經驗咧係唔容易，但係呢條路亦都係一條非常蒙福嘅路。今日上主喺你嘅身上有咩嘅心意呢？我盼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你所處嘅呢個英國嘅時勢係一個咩時勢呢？你而家所面對嘅機遇、契機，有一個乜嘢嘅機會呢？嗱，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就係睇得好清楚呢個時勢，亦都係把握住天父俾我哋嘅時機。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幾時開始思考籌辦道學碩士課程嘅呢？我睇翻啲文件啊，CITC 第一份嘅道學碩士建議書係喺2021年6月啊，即係差唔多4年前。4年前我哋已經有第一份建議書啦。原來咧早一年啊，2020年啊，即係嗰個移民潮開始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聽到呢個呼聲啊！有蒙召嘅弟兄問我哋：基督教國際培訓中心會唔會開辦牧職嘅課程啊？咁啊，已經有人想讀中文嘅牧職課程。然後我哋又聽到呼聲啊，有好支持我哋嘅牧者喺英國華人嘅牧者，就鼓勵我哋。而家喺英國，我哋冇辦法推薦有心侍奉全職侍奉嘅人去乜嘢中文嘅神學院都冇乜邊度可以推薦。你哋會唔會考慮開辦 MDiv？ 其實早喺2020年咧，我哋都開始聽到呢個呼聲，所以喺2021年我哋已經有第一份嘅計劃書。但係由2021，我哋一路咁樣到而家，其實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我哋面對好多嘅問題，我哋嘅董事會同我哋嘅同工都要不斷思考幾個問題。呢幾個問題係包括第一，MDiv 咧道學碩士係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先開辦到。你培育一個牧者咧，唔係簡單嘅。唔單止學術聖經嘅知識，仲要教導即係嗰個牧養嘅技巧，更加重要係培育佢哋嘅牧者心，塑造佢哋牧者嘅靈命。哇！呢啲唔係簡單嘅，唔係靠頭腦知識傳遞就可以做到。我哋去問自己，我哋 CITC 有冇咁樣嘅人力物力？同埋我哋要考慮個時勢啊，要用咁多嘅人力物力。我哋會有幾多個人去報讀咧？人數能唔能夠 justify 到我哋開辦一個咁需要人力物力嘅課程咧？呢個我哋要問喎，嗬。然後我哋又會問，會唔會喺英國有其他嘅神學院會辦呢啲課程咧？咁我哋覺得咧喺天國唔應該重複嘅。如果有其他神學院會做嘅，咁我哋未必要做啊。我哋可能會專注其他嘅嘢。又或者我哋要問，我哋 CITC 相對係一個比較咧新嘅一個神學院，我哋喺好多資源方面咧未係最充足，有冇其他嘅資源豐富嘅神學院願意同我哋合辦呢？仲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如果喺英國開道學碩士嘅話咧，我哋免不了一定要係一個咧實體同雙軌嘅課程。因為咁多嘅學生嚟自英國唔同嘅城市，我哋冇可能咧要求所有學生都係嚟晒愛丁堡3年咁樣嚟到讀，呢個唔係最實際。咁我哋一定要係咧網上加雙軌、實體雙軌嘅課程。一個網上加實體嘅雙軌課程嘅道學碩士課程，能唔能夠足夠訓練得到一個咧高質素嘅傳道人呢？嗱，呢啲咧都係我哋要思考嘅。咁但係我哋好感謝神啦，正如頭先嗰段經文話，我哋睇到嘅時勢，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個契機，我哋睇到神俾我哋嘅機遇啊。個時勢係咩咧？時勢就係一個好大嘅禾場嘅需要，大家都知啦。截至舊年嘅9月，
成功透過 BNO Visa 申請嚟到英國嘅都有16萬嘅港人，當中有好多都未信嘅，嗰個福音禾場突然擴大，而呢工人亦都係需要喎。雖然咧，我哋知道都有不少 BNO 係牧者，但係仍然唔能夠滿足呢個禾場嘅需要。我哋知道，無論喺英格蘭，無論喺蘇格蘭，有好多港人嘅地方咧，都仍然未有教會嘅。最近我聽到喺 Wembley、伊靈附近嘅好多港人，但冇教會。我哋蘇格蘭 Dunfermline 嘅地方，好多港人聚集啦，仍然未有還教會。唔係所有移民嚟嘅華人都能夠有足夠嘅英語能力去融入本地英語教會，佢哋需要華人嘅牧者。所以我哋睇到整個時勢就係一個咧好大嘅禾場，係需要咧好多能夠講中文廣東話、普通話嘅牧者去牧養。而呢，同時我哋睇到呢個時勢係點呢？天父仍然興起好多華人信徒有心考慮獻身做傳道喎，神冇停止佢嘅工作喎。唔單止我哋嘅 CITC 當中有幾位學生已經清楚蒙召啦，佢哋差唔多等緊我哋開呢個道學碩士課程啊。仲有我哋透過我哋開辦嘅奉獻團契，都接觸咗10幾20個咧，好有心即係走上專職侍奉路嘅弟兄姊妹。所以我哋睇到整個時勢，就係咧神要復興整個英國華人教會，同埋咧佢要咧興起英國華人神學教育。嗰個時勢就係咁啦。時機又如何咧？神俾我哋咩機會咧？第一，我哋思想，哇！神一早喺未有疫情、未有移民潮，喺2019年已經將 CITC 植根咗喺英國。我哋喺2019年即係7月成立嘅，一早已經扎根咗喺英國愛丁堡嘅地方。咁就俾我哋咧已經預先有咗個基礎去迎接呢個移民浪潮。然後我哋又睇到嗰個時機咧，就係仍然到而家都未有其他本地嘅神學院要開辦咁樣嘅中文嘅課程。雖然我哋知道喺英國都有普通話嘅 M.Div 課程可以報讀，但係唔係一個針對英國處境嘅咁嘅一個課程。如果你話針對英國嘅處境嘅，係由英國本土嘅中文神學院辦嘅廣東話與及普通話雙語網上與實體嘅課程咧，暫時都未有。所以我哋深深感受責無旁貸啊！我哋 CITC 責無旁貸，我哋睇到呢個需要，我哋應該迎難而上。當然有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就係我哋得到我哋好好嘅合作夥伴，香港嘅播道神學院，一個已經超過90年歷史嘅神學院，資源豐富，嚟到樂意同我哋合辦。而天父帶領我哋兩院合作係越嚟越緊密。我哋先係已經有研究程度嘅聖經研究嘅文憑係合辦嘅。我哋喺舊年已經有第一屆嘅畢業生，兩院合辦嘅課程嘅畢業生。然後喺舊年年初，我哋兩院合辦 MCS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碩士，咁亦都有相當多嘅弟兄姊妹報讀。然後更進一步，我哋得到播道神學院董事會同埋佢哋嘅教員會嘅通過，一齊合辦呢個道學碩士英國課程。我哋特別感激就係民建歡院長同埋咧譚志超副院長兼教務長佢哋鼎力嘅支持，就係今日佢哋兩位喺百忙中都嚟參與喺簡介會度做介紹。我哋實在非常之感謝播道神學院。咁天父預備咗一個咁好嘅夥伴，有咁好嘅資源嚟到同我哋一齊合作。咁然後咧，我哋又得到好多義務嘅牧者嚟到參與。我哋有義務嘅實習教育部長然後咧又有好多義務嘅做我哋嘅院牧，
又有呢特約嘅輔導老師，好多唔同嘅牧者嚟到合作支持，然後亦都感謝我哋一班嘅同工老師，係用心咁去設計，我認為係一個相當全面嘅課程。呢個全面嘅課程呢，除咗包括係穩固嘅學術嘅訓練啦、聖經真理嘅傳授啦、侍奉技巧嘅教導啦、實習嘅方案啦、靈命嘅塑造啦，透過實體或者網上啦，同埋培養一個牧者心嘅呢一個課程。咁我好感謝我哋同工，我哋用心一齊咁樣去設計呢個課程。嗱，當然我哋而家啱開辦，摸住石頭過河。但係根據我以往喺香港播道神學院做咗幾年嘅老師，做咗9年嘅院長，我都係有信心，我哋呢個課程得到咁多背後嘅支持呢，係能夠為天國培育高質素嘅牧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神呼召你，你唔好怕任何嘅艱難，除非神唔呼召你。嗱，如果神冇呼召你，你就唔好隨便走上呢條專職侍奉嘅路，因為呢條路唔容易走㗎嚇。即係神冇呼召你，又唔好隨便自願咁行上去。但係如果神嘅呼召係清楚，神感動你，你又渴慕成功，神喺各方面咧都印證，咁你唔好怕，勇敢，唔好因為經濟嘅原因，經濟呢個係好小事嘅啫。天父咧嘅豐富好預備，佢嘅預備好豐富嘅。其實我哋已經係好積極同緊一啲基金、神學金嘅機構嚟到去商量，我哋會希望設立幾個嘅道學碩士嘅助學金同埋獎學金，喺經濟上咧支持我哋嘅同學。如果你話家人未認同，咁可能係時間未到嘅啫。咁你繼續禱告，以致咧家人能夠同心認同你呢個嘅呼召。如果你話我年紀好大啦，咁唔使擔心，呢度冇人係80歲即係摩西咧係80歲蒙召啊。如果你話咧，我能力不足喎我恩賜唔係好多，我能力我各方面咧我都覺得自己係唔得嘅喎，咁樣咁啊最好啦。因為驕傲嘅人咧係唔可以走呢條路即係咧做一個傳道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嘅 qualification 咧係知道自己唔配嘅。如果你知道自己唔配，但係又領受神嘅呼召咧，咁呢個咧係好跡象嚟嘅。所以如果神呼召你，冇一樣能夠成為你嘅攔阻嘅。咁所以我好鼓勵大家每一位好清楚等候神喺你身上嘅旨意。如果天父真係呼召你走上呢個全職嘅路咧，你要踏出安舒區，勇敢走出呢一步，以至你接受裝備。我哋2間神學院用心去培育你哋，我哋就一齊配合上帝喺英國做緊嘅大事，能夠興起工人喺呢個廣大禾場收割莊稼，榮耀主名。好，我分享到呢一度，呢個時間我係咪應該交俾文建歡院長啊？係啊，我哋邀請文建歡院長分享。好啊，大家好。幾多個 screen 啊？我想同大家去睇一段嘅經文啦。咁剛才好多謝楊院長啦，佢已經交代咗咧，我哋一齊合作裏邊嗰啲嘅細節同埋嘅考慮。我想講講乜嘢係讀神學咧，或者點解要讀神學咧？呢個過程係點樣樣去培育各位咧？係喺提摩太後書第2章嘅經文嚟嘅。提摩太後書第2章嘅20節同埋21節咁講，佢話喺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亦都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嘅，有作為卑賤嘅。人若自潔，脫離卑賤嘅事，就必作貴重嘅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我相信咧，願意有時間而家嚟聽呢個簡教會嘅弟兄姊妹咧，都係好想咧可以合乎主用，
俾上帝咧係使用你，可以行各樣嘅善事。經文佢裏邊有一節佢特別話：人如果係自潔，就脱離到卑賤嘅事。可能我哋會問，即係自潔就自己整乾淨自己就可以啦。咁既然自己整乾淨自己就可以，咁為乜需要成個群體一齊讀神學咧？同埋即係自潔就可以啦，何須讀神學咧？即係嗱，我想講講咧嘅就係正正讀神學其中一個好緊要嘅 dimension 或者佢裏邊嗰個嘅培育咧，就係讓我哋明白我哋係需要不斷係被潔淨嘅。我哋話我哋需要自潔，咁究竟幾時係需要自潔？我哋邊一個地方係得罪上帝？邊一個地方我哋係繼續係需要嚟到去改進咧？如果我哋冇認識神呢一個同上帝有深切認識嘅一個嘅程度咧，我哋往往可能喺我哋嘅愚昧同埋喺我哋嘅無知裏邊，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得罪咗神，或者我哋用緊我哋嘅血氣行事。喺教會裏邊，大家都喺教會裏邊成長，大家都會接觸到好多，我哋都會係會去即係會重視聖經，同埋我哋願意喺教會裏邊咧嚟到去侍奉上帝嘅人。咁但係喺一個咁樣樣嘅模式底下，並唔係保證緊我哋能夠係喺一個好認識上帝嘅情況底下，我哋能夠自潔。我哋或者會因為我哋嘅聖經知識係好紮實、好膨脹，咁但係咧，我哋會認為我哋係好乾淨啦，已經唔再唔再需要咧嚟到去做任何嘅潔淨。嗱，呢一個係好弊嘅。我好開心嘅就係 CITC 同埋播神，我哋大家好相近嘅就係我哋所祈求緊嘅唔係單單係希望神學生你哋本身神學知識、聖經知識可以喺裏邊咧嚟到去得到長進，更加嘅就係呢一方面學術嘅長進係同靈命一齊好平衡嘅，係好緊扣嘅嚟到去一齊去成長。我哋所睇到嘅神學知識係讓我哋認識上帝，以致我哋知道我哋更加需要被上帝去潔淨。如果我哋嘅知識，我哋所學嘅神學冇提醒緊我哋係一個罪人，冇提醒緊我哋縱然係神學生，但係我哋仍然係需要咧係祈求聖靈光照同埋指引嘅。咁呢一個嘅神學咧係讀得係好失敗，因為佢係講緊我哋人自己建立緊我哋嘅安全，讓我哋咧係可以喺教會裏邊，或者係喺我哋侍奉嘅工場裏邊咧嚟到去得到我哋嘅技巧同埋知識啫。但係一個真正同上帝有 connection，真正可以好密切認識上帝嘅人咧，佢會更加敏銳，更加知道上帝嘅心意。讀神學所謂嘅一回事就係我哋更加近上帝，我哋明白上帝繼續提醒緊我哋，挑戰緊我哋。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係需要去成為一個嘅俾上帝所使用嘅工具，我哋唔係自己一個人去自修，自己一個人咧嚟到去閉關練功，以致我哋能夠可以即係有好好嘅知識裏邊嚟到去長進，而係喺個群體裏頭，喺互相提醒裏頭，我哋明白我哋嘅缺點，我哋更加知道咧，我哋係需要自潔嘅地方。我哋透過讀神學，我哋透過聖經嘅內容，我哋透過聖靈嘅提醒，我哋知道我哋要自潔嘅地方，以至喺呢個嘅幾年嘅過程裏邊，我哋的確係可以透過上帝嘅潔淨，我哋可以係脫離卑賤嘅事，成為貴重嘅器皿。頭先楊院長講幾次，就係呢個課程係希望所培育嘅係高質素嘅牧者，係高質素上帝嘅僕人。我哋所期望嘅就係，因為我哋嘅上帝就係一個咁高質素嘅上帝，佢係配我哋將我哋最好嘅嚟到去俾佢。所以盼望我哋喺兩間學院一齊合作嘅期間咧，我哋所互相配合所帶出嚟嘅課程，係引動到同學們，你哋能夠咧係可以即係兩間學院所長嘅，你哋都能夠咧喺裏邊嚟到去得到，並且咧係可以透過認識上帝更加多，呢一個嘅神學引領你個生命力更加強，更加知道咧係點樣樣嚟到去侍奉佢。咁呢個咧係我好希望即係所同大家分享嘅。盼望各位咧係喺呢一個歷程裏頭，即係可以
彼此互相共勉，我哋都彼此可以成為上帝所使用貴重嘅器皿。好啦，我分享嘅係咁多。好多謝文院長同埋楊院長好寶貴嘅提醒信息，同埋咧即係講點解要讀神學，即係讀神學係一件咩嘅一回事。同埋我哋 CITC 究竟可以點樣去到喺神嘅國度裏邊去參與，去到一齊咧，即係同播道神學院去同工。好，咁我哋而家邀請錦棠幫我哋咧有講一講我哋呢一個道學碩士英國嘅課程嘅簡介同埋有啲咩特色，好嘛？啊，邀請錦棠。OK，好，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就大家係咪都見到個 PowerPoint 係咪都 OK 啦？嗬，OK，好，咁咧就呢一部分咧，咁我就主要係負責就係講即係整個道學碩士嘅課程嘅編排。咁喺呢一部分裏邊咧，同時就分開兩小嘅部分。咁第一部分就係由我去講嘅，咁就簡介課程嘅設計內容或者係收課嘅模式。咁第二部分咧就要交俾即係譚志超博士去到分享，即係播道神學院點樣去喺參與呢次合辦嘅課程，同埋又可以提供一啲好嘅資源俾我哋嘅同學嘅，好嘛？咁我先講咗我呢一部分先啦。整個課程嘅理念或者係目的，我諗咧一個好容易記就係三合一嘅理念，好嘛？咁呢個三合一就包括，正如剛才即係兩位院長都分享過啦。第一就係我哋學術嘅好好嘅學術嘅基礎。咁但我哋明白，正如剛才兩位院長嘅提醒同埋鼓勵，淨係單靠學術知識係唔能夠嘅。反而當我哋越擁有知識嘅話，我哋越更加嘅謙卑，成為上主嘅僕人，去服侍周圍嘅弟兄姊妹，服侍我哋嘅社區。所以靈命品格塑造係我哋好着重嘅一個嘅焦點。但係同時，因為我哋喺英國呢個地方，我哋要面對處理同埋我哋去回應英國嗰個嘅福音嘅需要，所以咧英國處境牧養訓練咧都係我哋所強調，亦都係呢個課程一個好大嘅特點啊！因為既然我哋身於喺呢個地方，就要明白呢個地方嘅需要，回應呢個地方嘅需要，所以三合一嘅理念啦。而大概好簡單講個入學嘅要求，大家請放心啊！整個嘅入學要求嘅內容咧，喺我哋嘅網址上面都有㗎啦，所以咧就我就唔會詳細特別講。唯一我即係稍為去提及咧，就係喺呢個嘅入學要求裏邊咧，咁當然就要你要正如剛才即係楊院長嘅提醒，就係你要都清楚自己嘅蒙召，你自己所做緊啲乜嘢。而喺學術上面嘅要求咧，就係你擁有大學嘅學士學位或者神學院嘅學士學位咧，或者同等嘅學歷都可以去申請。但係如果你話我冇喎，不過你嘅年齡已經達30歲或以上嘅話咧，你可以嘗試向我哋本院嘅教務處嚟到去作一個豁免正規學歷嘅申請嘅。當然呢個申請咧，同樣你都有個咧學術能力嘅評估，睇下你能夠可唔可以去到應付呢個嘅課程咧。嗱，詳細咧，咁等你報名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再同教務處去聯絡，知道個詳情係點樣啦，好嘛？咁就基本上個詳情都喺網址上面都有啦。咁我覺得好簡單嗰個入學嘅程序係嘛？咁其實喺個網，我哋個入學咧就好簡單嘅啫。咁你上我哋嘅網址喺網上面報名填寫表格咧就可以㗎啦。不過稍為要留意咧，就係你要向你之前嘅大學或者神學院咧去呈交一份係你嘅成績嘅正本，然後咧就寄過嚟俾我哋 CITC。咁另外就需要你有一啲嘅諮詢人嘅一啲嘅諮詢表啦，咁同埋你要撰寫唔同嘅見證，包括得救見證、你嘅教會生活同埋侍奉見證、你申請修讀嘅原因同埋你嘅蒙召見證。咁然後咧，我哋收齊你所有嘅文件嘅話咧，就會安排你有個筆試同埋面試嘅，好嘛？咁呢一紮嘅資料同樣咧喺我哋嘅網址上邊都有啦，咁我亦都唔特別再詳細提及啦。好，反而大家可諗咧係我哋最較為着重啦，整個課程嘅內容，全個課程係要大概有96個學分。簡單嚟講就係有29科，再加實習嘅培育。咁因為正如剛才所講咧，呢個三合一嘅理念嚟嘅。咁大概呢96個學分點樣去分配咧？
96個學分又分開兩個範圍，第一個範圍就係必修嘅範圍，78個學分；第二個範圍就係選修範圍，係有18個學分。我哋先講啲必修嘅範圍，78個學分。78個學分又分開兩個方面，第一方面就係同你讀書學術有關聯啦，就係佔咗69個學分，即係有23科就係你要讀書噶啦。咁而另外咧有9個學分咧就係非讀書，但係同樣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靈命同埋實習嘅培育。不過呢部分咧，咁我會留翻陣間俾我哋嘅靈命培育部嘅部長李家永傳道去分享啦。咁我只會集中就係講咧上堂即係學術呢一嘅部分。我哋就先睇即係啲23科69個嘅必修嘅學分有啲乜嘢嘅科目，好嘛？嗱，呢23科你會見到咧，嗱側邊有粒星嘅咧，係有總共有11科係有粒星嘅，代表乜嘢咧？就係代表我哋而家 CITC 基督教研究碩士嘅必修科目嚟㗎，係嘛？咁所以咧係有機會你之前如果你收咗我哋嘅基督教研究碩士嘅話咧，係有機會可以係已經上過咧，可以申請豁免㗎啦。而另外咧有12科就係呢次道學碩士嘅必修科目嚟㗎。嗱，咁你稍微留意咧，喺今次嗰12科嘅必修科目裏邊咧，咁當然包括有2科就係聖經新約同埋舊約嘅原文科目啦，咁同埋有呢個書卷嘅科目。當然就較為係我哋呢個課程一個好大嘅特點。你望到呢後邊有啲嘅課程咧，好多同英國係有關聯嘅，係嘛？包括英國華人教牧學、英國基督教會史及教會嘅現況、英國華人教會崇拜學、英國華人教牧輔導等等嘅科目啊。咁正如我哋剛才話咧，呢個課程因為我哋喺英國呢個地方去服侍啊，所以我哋必須要去理解英國嘅過去，無論佢嘅文化、宗教、教會嘅歷史係咪，同埋點樣牧養英國嘅華人教會等等嘅情況。所以有好多嘅科目可以話度身訂造係 for 呢個英國嘅處境嘅。所以大概總共啲23科咧係一個非常之豐富同埋又好貼地嘅內容。好啦，講完必修範圍之外咧，就講頭先我哋話有必修範圍之外，另一邊就係選修嘅科目嘛。選修範圍有18個學分，就有6科。咁你望到啦，係非常之豐富啦。啲6科裏邊，你基本上你真係咧，你各樣可能你都覺得嫌唔夠添啊，即係嫌想再收多啲係嘛？不過因為課程嘅要求啦，咁你都係即係話咧，你可以收6科。當然你再收嘅話咧，就其他當係你個獨立嘅修科都可以嘅。好簡單嚟講，有3個嘅主要嘅類別，就係包括聖經主修、神學主修同埋實踐神學嘅主修。而呢3個類別裏邊咧，你可以選擇你啲6科裏邊咧作為一個主修科目。即係譬如乜嘢咧？就係譬如我假設我主修聖經研究嘅，咁你就會集中喺聖經主修嘅範圍裏邊咧，揀你嗰6科就集中係做聖經主修。如果你話我要神學主修嘅話咧，咁你嗰6科嘅選修就集中喺神學主修入邊嚟去揀6科。咁但係你話，哎呀，好想讀多啲喎，跨科得唔得啊？答案當然係可以啦，係嘛？咁你可以跨科，即係話你係無主修啦，係嘛？咁你可以咧各科裏邊咧各類別裏邊選擇你所中意嘅科目。嗱，所以接住咧，我簡單講講每一個大嘅類別裏邊有啲乜嘢嘅科目，包括聖經主修。嗱，頭先如果你記得喺我哋嘅必修科裏邊咧有2科嘅原文嘅科目啊嘛，咁但係好坦白講，嗰2科係初階嚟嘅啫，即係幫你打個底，有啲嘅認識。基本上咧就係原文裏邊咧係好基本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再認識再深啲嘅話咧，特別係用原文去釋經嘅話咧，咁包括喺啲主修裏邊咧就有2科聖經希臘文同埋聖經希伯來文。當然其他就有好多聖經唔同嘅書卷類別啦，同埋亦都係包括有新約如何引用舊約同埋兩約之間一啲唔同點樣去處理詮釋聖經嘅方法。嗱，當然你會見到最尾有個見到個書卷選讀嘅，即係話有啲嘅科目咧，我哋可能太多啦，都未能夠咧係列晒係出嚟俾大家。即係話有啲嘅科目將來我哋會再開嘅，隨住時代學術不斷嘅發展，好嘛？好，第二個類別就係神學主修，當然裏邊有神學嘅科目，有歷史嘅科目，有宗教比較，有甚至我哋下季會開嘅異端同埋新興宗教等等。
但係亦都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喺呢個類別裏邊咧，可以話亦都係中西合璧嘅科目啦。西好明顯嘅，又係好多同英國嘅處境有關聯嘅。中就我哋作為一個華人嘅信徒咧，我哋唔可能係咪？我哋對我哋嘅過去中國教會嘅歷史，我哋華人嘅文化等等，唔可能唔認識嘅。所以等等係可以喺呢一個類別裏邊咧，你發現到兩個嘅中西一個合璧，一個讓我哋更加作為華人信徒點樣回應英國嘅處境嘅需要。所以接住咧，同樣有關聯就係第三個類別，就係實踐神學嘅主修啊。裏邊你見到好多係好實踐嘅科目，包括婚姻、家庭，好多唔同教會嘅事工都會有㗎啦。咁但係特別要留意嘅話咧，特別對下一代係咪？無論係青少年或者係兒童，呢個都係我哋所強調要牧養嘅地方。因為我哋明白下一代咧，佢哋慢慢語言文化已經同我哋啱啱由香港移民過嚟呢一代咧都唔同㗎啦。咁點牧養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所關切同埋去回應嘅。所以你見到唔單止我哋嘅下一代，甚至喺英國嘅華人教會好多都係兩文三語啊嘛。咁又係點牧養咧？咁都係呢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去點樣去幫大家係更有效去認識點樣去牧養嘅。同樣，如果隨住時代嘅步伐係咪 AI 嘅趨勢嘅話咧，我哋有啲嘅科目係譬如21世紀網絡領導咧，就點樣回應現今一啲嘅時代科技嘅發展等等啦。咁所以我稍為再補充有兩點嘅地方，就係頭先嘅咁多個選修科目裏邊咧，第一大家必須要留意啦，至少有一科。你要咧選擇係以全英語或者係我哋會同英語神學院合辦嘅科目嘅，因為正如剛才話，我哋必須要到地有貼地啊嘛，咁所以更加讓你係好親身直接接觸係嘛同英語教學、英語呢個文化背景有關聯嘅課程嘅內容㗎，咁所以係必須要揀一科嚟到去上嘅。咁第二點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就係呢個係好，亦都係我哋一個好其中嘅好大嘅特點嚟嘅。咁啊好多時咧，一啲嘅學位咧係有更加高嘅研究學位咧，先至會有即係專業研究寫作呢個嘅模式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咧都見到有啲可能有志嘅弟兄姊妹喺研究寫作上面咧係有恩賜同埋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就可以俾佢咧喺6科選修科入邊咧可以揀一科，就係以唔係修科式喺個寫作嘅形式嚟到去上堂嘅。應該話唔係上堂啦，係跟個別嘅老師受個別嘅老師嘅指導，你可以揀你自己所喜歡嘅範疇題目，然後就去建議去揾一啲嘅唔同嘅老師嚟到去跟個老師去寫作嘅。當然詳情咧，咁你可以個別等你可以入咗學裏邊咧，可以再同教務處去諮詢同埋去安排都可以嘅。好，再簡單嚟講，修讀嘅模式咧，我哋大概每一科係3個學分，所以咧大概就係有上10堂10個禮拜，總共有30個鐘頭嘅。咁大部分全部嘅科目都會係網上面嘅科目。不過，正如剛才即係楊院長嘅分享，我哋現在因為有咗我哋嘅校舍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嘅科目亦都可能係網上同網下咧，即係實體同步去進行嘅。咁亦都有啲嘅科目，因為老師嘅緣故咧，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嚟到去幫喺實體英國度教學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密集或者半密集嘅形式嘅。不過無論如何，全部嘅科目都一定會可以喺網上邊去進行嘅。咁所以同時間咧，亦都有啲嘅科目係設有錄影嘅科目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會係期望你所有成個課程全部以錄影嘅形式去進行啦，係嘛？咁呢個都係冇可能嘅。咁所以錄影科目咧，就大概可能你有啲嘅時候，你嘅時間未必咁方便，或者你要修嘅科，我哋未必可以係咁啱喺嗰個時間可以開到嘅話咧，咁你可以選擇錄影嘅形式，所以你好有彈性嘅，咁你係可以方便你去完成整個嘅課程。咁全個課程全時間修讀嘅話，你可以大概3年裏邊咧可以完成㗎啦。咁你秋季、春季各修4科，夏季修2科。如果你部分時間大概10年裏邊咧可以完成整個嘅課程。
咁其實頭先都提過啦，咁如果你而家已經係讀緊我哋嘅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或者你有喺我哋嘅，或者你其他又好神學院裏邊咧有一啲嘅讀過一啲嘅課程嘅學位嘅話咧，咁你可以向我哋申請豁免嘅學分嘅承認嘅。咁當然我哋會睇翻你修過咩科啦，咁同埋你嘅成績等等，而又加埋按埋即係亞洲神學協會 ATA 嘅要求咧，我哋點樣去到豁免你學分嘅承認嘅，好嘛？好，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其實所有嘅課程嘅內容報名咧，都喺我哋基督教國際神學院嘅網頁上邊咧都有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去瀏覽嚟到去睇詳情嘅。咁當然，如果你有任何嘅詢問咧，咁陣間我哋就 Q&A 嘅時間，咁或者你都可以之後咧可以去電郵咧嚟到去俾我哋嘅教務處。咁陣間電郵嘅地址都會我哋嘅同工都會同大家去講㗎啦。好，咁我呢部分咧，咁我就咁多先啦。咁我就將時間交俾譚志超博士。各位弟兄姊妹好，咁咧就我好簡單講講咧，即係播道神學院我哋同CITC 一齊合辦啦。咁呢一個嘅課程播神嗰個嘅參與度嘅，咁咧就係喺播道神學院嚟講，我哋除咗喺個師資嚟到去配合，咁但係頭先咧你都聽到，即係喺一個咁完備嘅課程嘅裏邊咧，嗰個嘅CITC 咧都係有好多嘅老師嚟參與啦。咁我哋播神呢邊係嗰個嘅參與會係點咧？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喺個圖書館嘅資源啦。嗱，咁當然喺CITC 咧係本身佢哋有佢哋嘅圖書館嘅喺愛丁堡嘅地方咁咧其實喺播道神學院同樣我哋都有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嘅美孚啦，咁喺呢一個嘅實體同埋電子嘅書籍，你見到咧有17萬多期刊喺實體同電子都有800幾份啦。咁我哋亦都本身喺香港有同另外4間嘅主要嘅神學院有一個嘅聯繫嘅網絡嚟到可以去借書。咁但係咧，對於呢一個課程咧，你離開愛丁堡或者你離開香港都可以嚟到去用呢啲實體嘅資源啦。但係咧喺嗰個嘅弟兄姊妹喺你自己所住嘅地方咧，其實同樣你都可以咧係 remote access 我哋嗰個網上嘅資源嘅。嗱，咁你會睇到啦，喺嗰個嘅電子書裏邊，咁呢度主要有係英文嘅，咁你中文亦都有，包括嘅就係有10萬份10萬本嘅電子書，咁咧個期刊咧都有咧係800多份嘅。咁所以你一 click 入去我哋嗰個嘅播神嘅網頁、圖書館嘅網頁咧，你就會係可以喺圖書館呢個版面咧就嚟到 search 到噶啦。咁咧你記得喺呢度揀咧，就係嗰個嘅 e-resources 呢一個嘅 tab 啦。咁你去 search 啦。我呢度舉一個例啊，我哋其中一位老師 Mavis Leung，咁你就 search，咁可能大家都接觸過喺你大學嘅圖書館呢個 interface 咧，都係好 common 嘅一個 interface 啦。咁其實你留意嗰啲有寫住 online 嘅字嗰啲嘅 entry 咧，就其實你已經可以即係入去睇到嗰啲嘅神學書啊。咁當然啦，呢度寫住咧係有個general book 就係一啲實體嘅書啦。嗱，咁我舉一個例，你如果想係仔細啲嚟到去 search，其實隔離仲有啲 filters 嘅，咁你揀翻個 full text online 或者係 e-books 啦，咁你就會 sort out 到唔同嘅書。譬如我呢度舉一個好快舉個例子俾你睇，咁呢一本Edmonds 嘅都幾新嘅，特別喺保羅新觀上面去講恩典呢一個概念都好重要嘅書，咁你會睇到咧有個 online access，你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咧係入到呢一個有個目錄，下面有唔同嘅 chapters， 甚至咧你可以咧係選擇download 咧唔同嘅部分嚟去睇啦。咁呢個係圖書館嘅資源，咁好簡單俾大家嚟到知一知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報讀嘅時候，喺呢個嘅合辦嘅課程，你係有好豐富嘅嗰個嘅學術嘅資源嚟到去 back up 住大家嘅。咁另一個喺教學上面啦，咁我都好簡單嚟到講講啦。咁播道神學院，我哋有我哋本身嘅老師啦，你會見到咧就係喺呢一個聖經研究嘅科啦，呢一個嘅系統神學啦，咁當然有楊永常院長係我哋嘅榮譽教授啦，
有基督教教育啦，有係呢一個嘅實用神學啦咁嘅唔同嘅老師嗱。咁我哋喺呢個課程嘅參與嘅老師咧，就會包括頭先你會見到有相嘅就係嗰啲專任老師啦，亦都包括埋榮休同我哋嘅客座老師都會係負責嚟到去教授嘅。咁喺呢個嘅MDiv UK 呢個課程咧，亦都會係同 MCS 啦、CBS 啦。另外兩個係我哋已經開始咗係同 CITC 一齊合作嘅課程咧，係會一齊嚟到去上嘅。咁呢三個都係一個碩士程度嘅課程啦。咁我舉少少嘅例子，其實咧喺我哋嘅合作裏邊咧，就已經係一路有試緊噶啦。咁咧，譬如小弟都係教過福音書。喺過去嘅時候就係一個咧，你見到前面所講咧，係一個實時加實體，即係話咧有一啲嘅課堂，我哋喺個 Zoom 係一齊嚟到去上，咁然之後咧有一段係實體教嘅時間。咁我哋呢個實用神學嘅老師鄺建文博士，咁佢都有教過特殊兒童同埋家庭牧養啦。喺嚟緊嘅呢一個嘅暑假咧，我哋嘅客座老師亦都係漢語聖經協會嘅總幹事啦，李耀華先生啦，就會嚟教希伯來書啦。咁再遲一個嘅暑假就係我哋嘅院長文建歡院長會教呢個申命記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例子俾大家嚟到去睇到㗎。咁頭先錦堂教務長咧都有提到呢一個嘅錄影嘅教學，我哋其實咧亦都係試過咁樣嘅情況㗎。我哋嘅榮休嘅老師龍維忠老師咧，會教過出埃及記啦。咁林志成博士亦都教過系統神學一嘅。咁當然我哋就唔係淨係去睇錄影啦，呢度有講到啦，有2次嘅實時導修啦，同埋一啲嘅或者咧係一啲密集嘅安排咁樣嘅。咁喺嚟緊嘅春季，我哋都會有一科就係兩方面嘅老師一齊合作嘅，由楊永常院長同埋咧我哋嘅副教務長係顧碧素博士一齊去教咧聖經學入門同埋咧小組查經啦。咁所以整體咧，博愛神學院嗰個參與咧，我哋期望係一路循序漸進先，因為咧喺香港呢一邊，我哋本身嗰個嘅特別係 MDiv 嘅課程，我哋都感謝神，我哋個收生亦都一路唔係差嘅，所以喺個老師嘅資源嘅調配咧都要啲時間。咁所以咧，我哋暫時嗰個嘅plan 會係咁咧，就係每一年我哋至少有一科嘅老師。係由播神嘅老師呢邊嚟到去參與啦，無論係實時或者實體嘅教學啦。咁而喺第2年嘅裏邊，我哋會2科；第3年嘅裏邊咧就會有3科咁樣嚟到循步漸進。所以好簡單俾弟兄姊妹知道喺香港呢邊我哋有啲咩嘅資源嚟到去 support 住呢個 program。咁我嘅分享咧就係大概嚟到呢度啦。咁當然啦，仲有一啲其他方面嘅參與嘅喺播道神學院，包括咧喺成個嘅課程嘅設計編排評估我哋都會係積極嘅同CITC 一齊去商討啦，甚至一啲科目嘅顧問做顧問俾意見亦都會一齊嚟到去宣傳啦。咁但係呢度咧有少少可以補充最後多1-2句嘅，就係呢個課程咧就係香港咧就不設收生嘅。咁主要嘅情況咧係因為係喺香港嘅神學教育咧，就係唔係 under 呢個香港嘅教育條例嘅。不過咧喺香港嘅政府，大家都知道而家個時勢咧同以前係唔同啦。咁咧特別佢哋對於一啲香港嘅學府，如果係同外國嘅機構嚟到去合辦課程咧，其實佢哋咧就好怕咧，就係有一啲所謂香港可能大家都會聽過一啲野雞大學一啲合作，然之後最後咧就有啲呃錢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喺香港政府嗰邊咧嗰個要求咧都係幾嚴格嘅。咁我哋亦都唔想咧有一啲不必要咧就係即係嘅審查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個合辦咁嘅課程咧，就係我哋按翻佢哋個條例有一啲豁免嘅情況㗎。個豁免情況咧就係我哋唔喺香港嚟到去收生。咁咧係成個嘅課程亦都咧係因為係網上，咁亦都唔喺香港
本地嚟到實地嚟到去進行，咁咧就喺嗰個嘅條例上面咧，我哋係可以係容許到我哋咁嚟到去合辦嘅，咁所以咧都需要係俾弟兄姊妹去知道。嗱，咁所以成個課程其他嘅參與，我哋無論喺將來嗰個 MDiv 裏邊一啲嘅關心小組師友計劃我哋甚至去 interview 一啲申請人，我哋都會係盡力嚟到去配合嘅。所以好簡單將一啲播神嘅參與就係俾大家知道。咁咧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好，咁我多謝播道神學院嘅副院長兼教務長譚志超博士，為我哋分享咗即係播神點樣去參與喺我哋 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辦嘅道學碩士英國課程。咁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即係播道神學院點樣參與好多老師一路都喺我哋 CITC 教學咁亦都多謝我哋嘅教務長李錦堂傳道，我哋簡介咗我哋 MDiv 呢個課程嘅內容。咁而家咧，我哋會有10分鐘休息嘅時間。咁休息之後咧，我哋會有我哋嘅靈命培育部部長李家穎傳道為我哋講解我哋靈命培育部嘅嗰9個學分同埋非學分嘅一啲要求。咁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學員嘅分享，就係阿振星同埋華娟。咁之後咧就會係 Q&A 嘅時間。好，咁我哋11:3英國時間再翻嚟呢一度，我哋呢一個好，咁歡迎大家再一次翻到嚟我哋呢一個道學碩士英國嘅簡介會。好，咁以下嘅部分咧，我會係由我哋嘅靈命培育部部長李家穎傳道負責。咁佢咧會介紹我哋呢一個課程關於靈命培育嘅內容啦、實習啦、要求同埋屬靈生命嘅培育等等嘅。好，咁唔該晒 Joshua。咁大家好，咁我係CITC 嘅靈命培育部部長李家穎傳道啦，你可以叫我 Evelyn 嘅。咁我分享個畫面先，大家都見到係咪？係啦，咁樣咧，咁呢個部分咧就會講講即係正如頭先 Joshua 都有提過啦。呢個部分咧就會講到咧，就係 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合辦嘅道學碩士英國課程入邊咧嘅靈命培育嘅部分嘅。咁咧其實呢個靈命培育咧就即係都可以特別去講下嘅，因為咧呢個都係即係我哋呢一個嘅道學碩士英國呢一個嘅課程一個比較特別嘅部分。咁無論咧係CITC 嘅宗旨啦，就係即係為教會去培育領袖，定還是咧係播道神學院嗰個嘅院訓作無愧嘅工人，其實咧都係提醒緊我哋，其實我哋讀神學咧就唔係淨係話自己去做一個好人，又或者咧我自己好想去親近神。而係咧更加咧係為咗即係神嘅國度係為咗咧去服侍教會同埋我哋身邊嘅社群。咁道學碩士一個嘅課程咧，同一般嘅學術嘅課程最大個分別就係咧要培育學生以一個即係基督為中心嘅一個嘅靈命，盼望咧即係我哋咧都可以用一個生命去影響生命，以一個被聖靈去更新嘅生命咧去活出神俾我哋每一個獨特嘅嗰個所託付嘅召命。咁呢一個嘅課程咧，就正如咧頭先錦堂傳道佢提過啦，係一個三育並重嘅課程。咁包括有學術上面啦、靈命上面同埋服侍方面嘅。咁所以咧喺靈命培育方面咧，可以講即係大部分嘅一陣間大家聽到嘅部分咧，都係唔計學分嘅。但係同時間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希望咧同學
將你喺學術上面或者課堂上面所學到嘅嘢咧，可以有一個反思嘅時候啦，同埋咧更加去加以應用。特別咧喺服侍嘅部分咧，我哋會特別安排一啲嘅可能去一啲堂會或者機構去考察啦，可能有啲實習啦，甚至咧喺畢業之前咧，同學需要同幾位嘅同學一齊咧有一個小組協作嘅計劃，令到咧同學可以將學到嘅嘢去即係應用出嚟。咁啊，亦都咧，我哋有唔同嘅活動咧，好似即係師友計劃啊、退休營等等咧，嚟到咧，讓到同學可以同建立返自己同神嘅關係，又或者咧同其他人嘅關係，甚至咧係同自己嘅關係，讓我哋咧喺我哋嘅生命上面咧得以更新，去被主去模造。咁啊，同時間咧，我哋嘅靈命培育咧，當然亦都係會針對返 CITC 嘅4個特色啦。咁啊，首先係扎根英國，咁咧我哋負責靈命培育嘅老師啊、實習主任、校牧輔導等等咧，其實咧都係身處喺英國唔同嘅地區嘅牧者，咁啊又或者咧係喺英國嘅教會咧，其實已經係服侍咗好多年，亦都好了解即係喺英國嘅華人嘅情況，咁所以咧無論係佢哋去分享佢哋嘅經驗，又或者咧真係親身同同學一齊咧去同行咧，其實都好容易去了解即係大家嗰個嘅需要。咁啊，另外咧就係同學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課程入邊咧，都需要去到一啲嘅英語教會，又或者機構咧嗰度去考察嘅。咁啊，希望咧可以藉住咁樣咧，去更加多明白真係本土即係英國本土嘅教會或者個宗派其實係點樣嘅咧，有啲咩嘅需要或者發展咧。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另一個特色就係教會並肩。咁我哋咧都期望咧，就係同英國唔同嘅教會咧，去攜手去一齊塑造返同學喺牧養方面，即係可以有更多嘅更深嘅認識。咁啊，我哋會邀請一啲嘅喺英國嘅教會嘅牧者去分享啦。另外咧，同學喺嗰啲嘅教會或者機構去實習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直接咧就係向到嗰個嘅教會或者機構嘅督導喺佢身上去學習特別喺英國上面嗰個嘅行政啊，或者係牧養方面啊，係要點樣去即係去做嘅咧？亦都咧盼望即係同學喺真係可以實際咧喺個教會嘅群體或者係一個嘅服侍嘅群體上面咧，去學習點樣同佢哋相處同埋成長。咁而另外師生同行嘅特色咧，咁如果一直即係都係喺 CITC 嘅即係有報讀過嘅同學嘅話咧，可能都好清楚啦。即係我哋咧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叫師友計劃，咁啊希望咧即係可以有老師啦同埋學生咧係一齊喺在學嘅期間咧一齊去同行。咁如果對於我哋嘅MDiv 嘅同學咧就更加好啦。咁唔單止係喺在學嘅期間，因為在學嘅時候有在學嘅挑戰，但係咧當同學畢咗業之後，真係去到工場或者即係實際去服侍嘅時候，亦都係另一種嘅挑戰。所以咧嗰度我哋亦都會延長呢一個師生即係師友嘅計劃。喺畢業之後嘅2年都會有一位嘅牧長係同同學咧一齊去同行。咁啊，即係務求咧，我哋唔單止老師嘅生命去影響同學嘅生命，亦都盼望同學嘅生命轉化嘅時候，可以影響佢所服侍嘅群體。咁啊，最後咧，生命轉化咧，亦都係啦，即係再喺下一張 slide 咧，就會提到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咧，我哋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可能係一啲嘅聚會啦，可能係一啲關心小組啦等等咧，可以喺呢幾年學習嘅期間，可以一齊嘅去同行，一齊去成長，讓到我哋嘅生命轉化，務求咧即係同學喺身心靈方面咧都有全面嘅發展。好啦，咁樣咧講咗咁耐咧，就可以睇下啊，其實喺靈命培育嘅方面係有包括邊一啲嘅項目咧咁樣。咁啊喺左邊嘅部分咧，其實就係一啲你可以講係一啲恆常嘅活動。咁啊，首先講講咧就係性向測驗啦。咁啊嗰個恆常嘅意思咧，只不過係即係你喺入學之前，
同埋畢業之前咧，都需要做一個嘅性向測驗。咁如果你入學嘅話咧，咁即係你報名之後咧，教務處會同你聯絡，即係你點樣去做呢個性向測驗。咁做完嗰個測驗之後咧，唔係淨係做咗咁簡單嘅，係亦都咧會安排即係有一位嘅輔導員，佢會咧同你去講解翻你嗰個嘅測驗出嚟其實你係點樣嘅情況咧？有啲咩地方可以再進步咧？又或者有啲咩嘅地方咧可以欣賞自己嘅咧？咁樣喺入學之前會做一次，喺畢業之前亦都會做一次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個導向營啦。咁咧，我哋會喺每年嘅8月尾咧，我哋會有一個好似一個開學營咁樣嘅，就係喺即係9月嘅即係秋季課堂開始之前咧，我哋會有一個導向營。咁個導向營咧會係實體，即係我哋會有實體再加網上。我哋咧會期望即係報讀道學碩士嘅同學咧，能夠實體嚟到愛丁堡嘅校舍，讓到咧即係無論係同學啦，同埋老師咧，可以一齊去見面，咁可以一齊咧去喺開學之前有一個嘅敬拜，同埋一個嘅一齊去靈修嘅時候。咁喺即係如果打算報讀嘅同學咧，可能要記低呢一個日子啦。我哋今年嘅時候咧，即係第一個嘅導向營咧，就會喺嚟緊8月嘅28號至到30號，就喺愛丁堡嘅校舍嗰度去舉行嘅。好啦，咁開始咗即係導向營之後，咁然之後開學啦喎。開學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月係啦，每一個月嘅第2個星期六嘅早上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月會。咁我哋咧會邀請我哋CITC 嘅老師啦，播道神學院嘅老師啦，又或者咧即係唔同嘅英國嘅教會機構等等咧，去每一次會有一個嘅分享，我哋亦都會有一齊敬拜同埋禱告嘅時候。咁而喺呢一啲嘅月會咧，當中咧亦都每年有2次嘅，係特別係喺由校牧去帶領一個嘅靜修操練。咁期望咧即係同學喺即係忙碌嘅學習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安靜嘅時候，讓我哋咧反思我哋嘅生命，更加仰望神。咁當然即係唔係淨係每一個月我哋有一個月會或者靜修操練嘅。咁喺每一年嘅中間，即係可能每一個學年去到中間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退休營，就係喺每一年嘅1月初啦。咁又係咯，即係大家可以特別記低呢一個嘅日子，喺出年嘅1月初，1月嘅9月，1月嘅9號至到11號咧，我哋會喺蘇格蘭嘅一個嘅營地嗰度咧，去舉行呢個退休營嘅，亦都係啦，即係所有嘅CITC 嘅同學咧都可以參與，但係咧如果係報讀咗即係呢個道學碩士嘅同學咧，我哋係會期望你係必須即係出席喺呢一個嘅退休營，讓到咧我哋可以即係一齊，當然一齊見面啦，亦都咧可以有一齊即係共處嘅時候，亦都咧係一齊去仰望主嘅時候。好啦，咁除咗呢一啲嘅聚會式嘅即係項目之外咧，我哋亦都即係老師咧會帶領一個嘅關心小組。咁呢個關心小組係啲咩嚟嘅咧？就係一齊去即係去報讀呢一個道學碩士嘅課程嘅同學咧，其實咧可能即係都好希望咧，係佢哋咧能夠係一齊互相去認識。互相一齊去同行，甚至咧呢一個嘅關心小組咧，唔係淨係喺在學嘅時候嘅。頭先咧我都有提過，其實在學嘅時候有在學嘅挑戰，但係咧當將來即係當將來出到嚟工場嘅時候，我哋會面對更多嘅挑戰。咁我哋嘅同學，我哋嘅小組入邊嘅我哋嘅小組嘅弟兄姊妹咧，其實就好緊要啦，就成為咗我哋嘅同行者。喺往後一齊去服侍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喺嗰度可能係講秘密啦，可能咧係講翻自己嘅掙扎啦，又或者咧係即係其實同學之間可以互相去扶持啦。咁當然咧，呢一個嘅小組咧就唔係純粹同學自己之間咧去組成嘅，我哋咧亦都會有一位嘅老師去帶領呢一個嘅小
組，咁呢個小組咧就會大概係每2個月一次。咁嗰個模式係點樣咧？就係可以老師同埋同學咧一齊去傾啦，可以咧例如可以一齊去某一個地方，即係一齊去退休，又或者咧一齊去即係有一啲睇個電影，一齊咧去有啲嘅分享等等，即係各種嘅模式其實都可以嘅。但係咧，其實期望嘅就係大家可以有一個機會互相去認識，一齊去同行。呢個嘅同行就唔係淨係講緊1年2年嘅事啦，期望係我哋可以一生咁樣去同行。咁亦都咧，當然除咗係老師帶領住一個小組咧，亦都有我哋即係 CITC 一直都有嘅師友計劃，就係1對1嘅，即係由一個生命嘅導師對一位嘅同學。咁啊，以往咧，即係如果其他嘅 CITC 嘅課程，就係喺在學嘅期間，每半年最少2次去見你嘅生命導師。咁啊，但係咧，如果係對於道學碩士嘅同學咧，就係除咗在學嘅期間，亦都咧係畢業之後嗰2年，每半年最少2次，亦都會做即係見一見你嘅生命導師，讓佢去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嘅提醒啊，或者一啲嘅嘢咧，可以同佢分享啊咁樣。咁亦都咧，當然我哋亦都有CITC 一直都做緊嘅就係老師約談啦。咁啊，起碼咧道學碩士嘅同學咧就好幸福啦，即係起碼即係老師咧每年會約見1次咁樣。咁啊喺左手邊呢一度咧咁多嘅項目咧，其實咧都係即係一啲你可以講係一啲嘅定期嘅項目啦，亦都咧係唔係淨係一個聚會咁簡單嘅，係期望咧同學喺當中會有反思嘅時候，會有咧同其他嘅同學同埋老師一齊同行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唔係自己一個人去操練或者去修練嘅，其實咧係喺同人哋去相處去合作嘅時候咧，我哋更加睇見可能喺同學嘅身上學習，喺老師嘅身上學習，而同時間亦都可能係即係更加去睇見自己有啲乜嘢嘅好或者唔好，或者神喺自己身上獨特嗰個嘅照明。係啦，咁啊，呢個係左邊嗰方面，咁而右邊嗰方面咧，就真係比較實踐嘅部分啦。咁啊，首先咧就會有報道嘅服侍啦。咁報道嘅服侍咧，就係希望同學喺在學嘅期間，可能你係讀2年、讀3年嘅全時間嘅課程，又或者你係攤長嘅，咁啊讀10年之內一個 part time 咁樣去修讀嘅。咁總之咧，你喺在學嘅期間，向12位嘅對象去報道。咁啊，然之後咧，即係盼望咧，你喺報道同埋同佢跟進嘅時候咧，你可以喺當中咧有一啲嘅學習，亦都睇見神點樣去帶領。咁啊，另外咧3個嘅咧就係計學分嘅部分啦。咁啊，總共咧會有9個學分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希望咧同學係會去選擇5間嘅教會啦，又或者機構咧去考察。咁而其中咧3間咧係需要係以英語為主嘅。咁啊，點解咁樣咧？因為咧係希望同學咧唔單止係認識在英華人嘅情況，亦都咧希望佢哋咧可以認識喺英國嘅唔同嘅教會或者機構，其實咧關心緊啲乜嘢咧？嗰度嘅我哋即係本土嘅弟兄姊妹其實係點樣嘅咧？或者甚至係本土未信嘅人，佢哋有啲咩嘅需要咧？咁樣咁啊，期望呢一個學分我哋可以去5間嘅堂會或者機構去考察。咁而另外咧就係需要咧，即係實在一啲，就係入去一啲嘅堂會或者機構咧去實習啦。咁咧同學需要咧係選擇3間嘅教會或者機構，咁每一間咧就係2個嘅學分。咁啊嗰個實習嘅模式咧可以係一個嘅為期即係8個星期嘅實習啦，會係一個即係密集嘅模式。咁啊，即係例如可能你會同一間嘅教會，可能暑假嘅時候去到嗰2個月，去到嗰度咧去實習。咁可能咧幫佢哋去點樣去預備個營會啊，預備暑假嘅時候一啲嘅報道啊等等。咁又或者咧可以係一個嘅短宣。
係啦，可以係可能係用2個月嘅時間去一個嘅可能係英國或者去歐洲一啲嘅地方，有一個嘅或者係甚至係非洲，咁咧有一啲嘅密集嘅一個短宣嘅時候，又或者咧係為期8個月啊，我呢度漏咗個月字，為期8個月，咁每個禮拜可能咧就有一啲嘅時間，每個禮拜有4個鐘頭。為期8個月咁樣去到一間嘅教會或者機構嗰度去實習，咁啊特別咧，即係你可以睇翻即係一啲嘅英文嘅教會啦，又或者你本身嘅教會嗰度咧去做一啲嘅實習，咁啊了解跟住嗰個嘅即係工場嘅督導去學習下啊，究竟要點樣去安排每一個星期嗰個嘅服侍咧？又或者你點樣去跟進唔同嘅弟兄姊妹佢嗰個嘅靈命咧？等等，係啦。咁呢3間嘅堂會或者機構嘅實習咧，同學都係可以咧自己去即係提議你想去邊一個嘅堂會或者機構，或者你聯絡咗邊一位嘅牧者可以做你嘅督導啊等等。咁如果咧同學即係未必好有idea 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同教務處或者靈命培育部咧去商討有冇啲咩嘅喺你身處嘅地方或者係點樣可以幫助到你去完成呢一個實習咧咁樣嘅。咁啊，同學需要去提交一個嘅計劃書啦，同埋你喺即係個計劃入邊嗰個嘅期望啦。咁而喺實習嘅期間，亦都需要交一啲報告。實習完嘅時候，亦都需要交一啲嘅報告。你喺實習嘅過程入邊有啲咩反思等等嘅。好啦，咁咧除咗去到堂會機構去考察同埋實習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2個嘅學分咧，係需要咧喺畢業之前完成嘅，就係有一個叫畢業小組嘅協作企劃。咁呢一個嘅小組協作企劃咧，係需要2至到3位嘅同學 form 成一個小組。咁喺畢業之前，佢哋咧，即係呢幾位嘅同學咧，就去諗一諗啦。我可以為到可能一間嘅教會啦，一個機構啦，或者咧係甚至係為到 CITC 嘅一啲嘅項目去完成一個嘅project。咁呢一個嘅 project 可能係例如為教會去舉辦一個退休營。又或者咧，係為到教會去舉辦一個兒童培育嘅營會，又或者咧係一啲嘅一啲嘅主日學嘅課程，或者係你諗到嘅其他嘅嘢都可以係安排一齊做呢個嘅協作企劃。咁期望同學咧就係唔係淨係自己做啦。咁咧嘗試去同其他同學去合作嘅時候咧，嗰度咧可能會產生一啲嘅火花啦，喺唔同嘅同學身上去學習啦，又或者咧係點樣去一齊去計劃、一齊去實踐、一齊去反思、一齊去傾咁樣。所以咧即係期望即係同學喺畢業之前會做一個咁樣嘅企劃。咁但係留意咧就係呢一個畢業小組協作企劃咧係2個學分嘅。咁呢個係頭先咧，即係錦堂傳道提到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嘅 optional 嘅科目可能你係有一啲專題論文寫作或者專題嘅project 嘅嗰個嘅學習係唔同嘅，嗰個咧係一個 optional 嘅科目，咁嗰個係3個學分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係靈命培育嘅方面，你係必須要完成嘅，係喺畢業之前係同2、3位嘅同學去一齊去完成。咁咧大概咧靈命培育咧可能咧好似有好多嘅項目咁樣啊，咁但係咧其實咁多嘅項目咧唔係希望同學純粹出席咁簡單，咁更加咧係希望同學咧透過呢一啲嘅項目咧係真係有一啲嘅安靜反思嘅時候，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應用嘅時候嘅。咁即係最後咧。都去介紹一下，其實靈命培育部咧就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嘅，咁除咗我之外咧，亦都咧我都請今日都有嚟到嘅鄧宇光牧師，係啦，咁咧鄧宇光牧師咧可以揮揮手嘅。
係啦，咁啊，鄧宇光牧師咧係盧敦華人基督教會嘅牧師，咁佢嚟緊嘅時候咧，都會同即係報讀嘅同學咧一齊去有多啲密切嘅聯繫啦。咁因為咧佢係我哋嘅義務實習教育部嘅部長，咁啊即係同學需要去提交你嘅即係實習嘅 proposal 啦，又或者咧即係可能想睇下去邊一度實習等等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可以聯絡靈命培育部啦，同埋咧鄧宇光牧師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兩位嘅義務嘅校牧一位嘅男校牧咧就係倫敦中華基督教會嘅張春權牧師，咁而女嘅校牧咧就係香港宣道會北角堂嘅周依蘭牧師。咁而仲有咧就係頭先有提到咧，我哋喺即係開學之前即係報讀嘅時候，同埋畢業之前咧，我哋嘅同學咧都需要做一個嘅性向測驗嘅。咁就會透過咧李平牧師，曼徹斯特宣道會嘅李平牧師，佢係我哋嘅特約輔導員。咁佢咧會同大家咧去做呢一個嘅測驗啦，同埋咧會同大家去講解測驗嘅嗰個嘅結果嘅。咁當然咧，亦都我哋即係亦都有一位嘅靈命培育部嘅義工啦，就係阿 Janet 係啦。咁咧 Janet 亦都可以揮下手啦。咁稍後嘅時候咧，即係 Janet 咧就會即係如果你報讀嘅話，咁Janet 就會同大家咧有更多嘅密切嘅聯繫㗎啦。係啦，即係靈命培育嘅部分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咧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可以稍後喺Q&A 嘅時間啦，又或者咧即係向教務處提出即係詢問嘅。好多謝我哋嘅靈命培育部部長李家永傳道，話我哋講解咗我哋道學碩士課程裏邊學分同埋非學分好多嘅要求啦，可以幫到我哋嘅學生咧有一個好嘅靈命嘅塑造同埋實習嘅機會。好，咁我哋而家好開心，我哋邀請到我哋 CITC 嘅同學振聲同埋華娟咧，為我哋分享點解即係會喺咁多嘅神學院裏邊啦，會想喺我哋 CITC 裏邊去讀道學碩士嘅課程啦。而且係有能力去讀英文嘅神學院，但係點解仍然要揀我哋用中文去讀嘅神學院咧？咁我首先邀請振聲為我哋分享，好嗎？OK，冇問題。好，咁大家可能都睇到個 slide 啦。咁好感謝學院啦，讓我有一個機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咁我同我嘅屋企人咧，其實係喺2022年11月嘅時候嚟到英國嘅。咁嚟到英國嘅時候，即係除咗 settle down 之外咧，咁我哋第一件事就梗係揾教會去加入啦。咁我哋本身成個家庭都喺香港都有返開教會嘅。咁我自己同埋屋企人加入嘅教會咧，其實都好感受到咧移民潮對英國華人教會嗰個衝擊有幾大嘅。即係嗰個教會係由以往可能係數十人嘅崇拜聚會嘅人數啦，喺1年之內可能激增至到去100多人啦。咁唔少新參與教會嘅都可能係以家庭嚟做一個單位嘅，即係可能會有老人家啦，有夫婦啦，有兒童啦，亦都有青少年啦。咁突然增加嘅教會嘅參與者，突然增加嘅教會嘅會友咧，我諗首先會帶嚟嘅就嗰個衝擊，可能係喺聚會地點上邊嗰個容量上邊嘅問題啦嚇。咁可能好多教會都面對緊呢一個問題嘅，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其實初時可能要去處理咧，都未必真係完全冇辦法嘅，即係可能可以增設一啲崇拜嘅時段啦，或者去思考一下植堂嘅問題啦。咁但係有陣時硬件嘅問題，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智慧去諗下點樣去處理，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對應嘅軟件嘅問題。例如侍奉人員不足嘅問題，咁又可以點樣處理呢？咁其實我都聽聞過，有朋友本身係住喺我屋企附近嘅，咁之後因為工作嘅需要，就成家搬咗去曼徹斯特嗰一邊。咁佢本身都有2個小朋友嘅，咁但係因為教會侍奉人員不足嘅關係啦，咁佢啲小朋友如果要輪候去參加嗰個教會嘅兒童主日學呢，咁要輪候半年以上先至有機會咧可以攞到1個嘅名額。另外亦都有一啲自己親身嘅經驗啦。咁
真係喺伯明翰嘅教會嗰個人數激增得好緊要嘅時候，有一次我帶個以前嘅學生去伯明翰嗰邊參加崇拜，亦都有其他個學生預先已經到咗嘅時候，都預先同我哋講定啦。如果想參加教會嘅崇拜呢，我哋需要係喺崇拜開始前最少半個鐘頭呢，就要喺教會門口排隊呢，先至係有機會咧可以入到去參加個崇拜嘅。咁如果你係遲咗嘅話咧，可能你要企啦；如果再遲少少嘅話，可能你連企都冇得企咧，咁你就真係冇辦法啦咁樣。人數嘅增長，當然我哋作為信徒嘅，我哋會為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我哋感覺到好興奮嘅。但係隨之而嚟嘅就會係好多唔同嘅問題。當新嚟嘅會友係跨年齡嘅，係跨語言嘅。咁嗰個羣體嘅牧養同埋教導嘅需要呢，其實我諗喺教會裏邊都要諗一諗點樣配合呢，先至能夠好好咁樣牧養到呢啲新加入教會嘅一啲嘅會眾。咁我自己同屋企人咧嚟到英國1個月之後咧，就知道教會即係一路參加嘅教會都有意係喺另外一個城市嗰度植堂嘅。於是乎就同屋企人一齊加入咗植堂隊啦，咁啊進入到喺英國嘅侍奉嘅裏邊啦，咁樣。咁大家可能喺相裏邊都會睇得到啦。其實新參與嘅或者加入去呢一個新堂會嘅會友，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年紀，有唔同嘅背景，唔同嘅語言。咁有一啲係新移民啦，佢哋家庭背景可能比較複雜啦，亦都會有一啲嘅老華僑啦，可能已經嚟到英國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哋面對緊嘅係會眾好多好唔同嘅需要，對信仰嘅認知亦都有深淺，常用嘅語言亦都好唔一樣。咁於是乎呢，其實喺我同屋企人踏入侍奉嘅崗位嘅裏邊咧，好快就已經感覺到呢係有一啲力不從心嘅感覺喺度。咁嗰陣時就透過教會嘅牧師知道啦，有 CITC 嘅存在啦，咁係感謝主嘅。喺教會人數暴增，對信徒領袖同埋牧者需求好殷切嘅問題存在之前呢，就已經係事先喺英國呢一邊呢，係為培育教會嘅領袖同埋牧者呢，係預備好學院，咁讓有心嘅係蒙召嘅可以呢，有機會可以喺呢一度去接受裝備，去服侍主嘅羊。咁點解揀 CITC？咁呢個我諗剛才好多嘅老師都提過，CITC 係能夠為我哋提供普通話同埋廣東話呢啲華語嘅課程啦，讓我哋喺聖經、神學、生命成長、侍奉裝備、婚姻家庭等等唔同嘅範疇裏邊咧，可以得到有系統同埋全面嘅訓練，讓我哋可以咧有份去加入咧參與教會嘅建立教會嘅工作，去協助教會嘅成長。我諗呢一切正正就係配合翻而家我哋英國華語教會發展嘅需要啦。咁因為我哋主要服侍嘅群體都係華語嘅社群，咁所以我喺2年前開始就喺 CITC 嗰度就進修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嘅課程啦。咁其實一路都係希望可以能夠有機會更好嘅裝備自己去侍奉主嘅教會。咁到最近幾個月知道學院即將開辦道學碩士嘅課程呢，咁其實都係好興奮嘅，因為其實一路睇嗰個課程嘅安排裏邊咧，會見到當中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呢，係配合我哋在英華人嘅需要嘅，例如英國嘅華人嘅教牧學啦，英國華人嘅教牧輔導啦，特別重要嘅可能係華語、粵語同埋 BBC 群體嘅牧養策略等等啦。咁正如剛才所講，其實啱啱嚟到英國呢邊嘅新移民嘅群體，可能佢哋好多屋家庭為單位嘅有小朋友，佢哋嗰個年齡層可能都會幾闊下，有一啲可能已經係喺香港已經讀緊中學，有一啲嚟到英國嘅時候可能年紀尚幼。其實喺語言上邊，我諗年紀比較大啲嘅年青人一嚟到英國就讀中學嗰啲，可能你用廣東話同佢繼續溝通，可能佢哋都會冇問題。但係去到我個女嗰個情景，即係可能嚟到嘅時候，只係一個小學生，慢慢其實佢已經唔講廣東話㗎啦。咁點樣牧養佢哋呢？咁佢哋個成長背景同我哋又唔一樣嘅時候，咁點樣牧養佢哋呢？咁學院安排緊嘅課程，呢一切正好就係配合翻我哋呢一個世代嘅華語群體所需要嘅。咁所以喺同屋企人祈禱同埋喺牧者代禱印證之後呢，咁我哋都即係得到屋企人嘅支持啦，有牧者嘅支持啦，咁就都決心就報讀咧呢一個嘅道學碩士嘅課程。咁神早就已經預備咗有學院喺呢一度啦。
咁既然神已經係為我哋去預備咗一個受訓嘅舞台，咁我哋又點樣回應呢？咁呢個就係我一個簡單嘅分享。咁我跟住落嚟交翻俾另外一位同學啊。好，我哋跟住咧會邀請華娟同我哋分享，咁華娟會用普通話嘅。大家好，我是华娟。那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报读 CITC，之前是基督教国际培训中心，那现在改名为基督教国际神学院的圣经课的课程。那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呢，我陆陆续续选修了十几门不同的课程。那透过在CITC 的学习，神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动工。那借着课程的内容、老师的教导，还有灵命导师的陪伴呢，神在不断的造就我、塑造我，让我在信仰上面有很多的成长还有改变。当神学院在2年前开始举办奉献团契的时候呢，我身边的一个牧师呢就很鼓励我去参加这个奉献团契，那我也很积极的报名参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持续的寻求神的心意与带领。经过不断的祷告还有等待，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到圣灵在我内心的感动，还有那个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思考，怎么样进一步装备自己的可能。也有了继续读道学硕士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计划。那在这么多的神学院当中呢，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会继续在 CITC 这里深造呢？在我来说呢，主要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课程的简介，还有同学所说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CITC 它提供中文还有双语的教学。那作为我是一个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学生呢，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神学，这无论是在课堂的学习，还是在阅读课外的书籍，还是完成作业报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会给我有很大的帮助，还有更加容易，还有便利。第二个方面呢，是 CITC 所安排的课程呢是非常的灵活。刚才我们也听到课程的介绍，就是不单单提供实体，也提供线上，是双轨的。这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自己呢本身并不住在爱丁堡，而且呢我的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也需要照顾，所以这样的上课模式呢可以帮助我根据我自己的家庭还有我自己的生活的实际情况，能够灵活的安排。有时候参加线上，有时候呢甚至是到爱丁堡参加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第三个是我已经受益着的，在过去的几年的学习当中，刚才所说的有一个师友计划，我深深的体会到有属灵导师同行还有宝贵的这样子的宝贵。因为我的导师无论是在我的灵命成长还有我的生活实践，特别是在教养子女还有婚姻关系这方面呢，还有在教会的服事方面呢，都给我很多的关怀，还有很多的引导。那我也很盼望在未来的学习旅程中，我能够继续的在导师的陪伴还有带领下面，在基督里面继续的成长。最后一个也是非常宝贵还有珍贵的一点，就是 CITC 的老师们在教学上面的认真，我能够感受到老师们在知识上的严谨，不单单也更加的在属灵生命上的见证，还有他们的榜样。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和帮助。所以 CITC 呢，不单单是我信仰成长的一个摇篮，更加是神越来装备我的一个器皿。我愿意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继续的接受装备，更深入的认识神，回应神对我的呼召，然后装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工人。无论将来是在教会，还是在职场，在家庭中，都能够成为为主忠心的见证人。感謝大家，這是我的分享，將時間交給校長。感謝華娟姊妹嘅分享。咁我容許我用廣東話好快咁總結一下。咁其實華娟姊妹咧，佢喺2019年開始咧，佢就已經喺我哋 CITC 啦，咁以前叫做培訓中心啦，就開始收到一啲聖經裝備嘅課程。
咁透過課程啦、老師嘅教導啦、屬靈導師嘅陪伴等等，咁佢覺得自己喺信仰生命裏邊有好顯著嘅成長同埋改變。咁喺呢一個持續即係尋求上帝帶領同呼召嘅過程裏邊咧，咁華娟姊妹就即係確定，即係上帝真係引領佢，咁所以就決定要喺我哋度讀呢一個道學碩士英國嘅課程。咁佢繼續喺我哋呢個 CITC 深造咧，就係因為啲咩咧？就係因為我哋係用中文啦、教學啦，咁而亦都係靈活嘅課程嘅安排啦。咁因為華娟其實都唔係住喺愛丁堡，咁所以佢又可以喺線上邊繼續去學習啦。咁亦都有師友計劃等等嘅因素。咁華娟就好希望可以喺呢一個課程嘅裏邊可以更加認識神啦，又可以回應呼召，裝備自己，無論喺教會、職場定係家庭裏邊都可以即係見證到上帝嘅恩典。係咪？好，咁好多謝華娟嘅分享，亦都多謝頭先振聲嘅分享。好，咁我哋而家咧就會係有大概20分鐘到25分鐘嘅時間，就會係一個 Q&A 嘅時間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咧，請唔好客氣，咁可以開咗你個咪就可以問㗎啦。咁之後咧，我哋係有報告結束，我邀請楊院長為我哋報告結束。好，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參加，我哋都好感受大家嘅認真，願主喺你哋每一位心中嚟到工作。我哋請一齊同心禱告。天父，我哋要將榮耀歸俾你，因為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你唔單止喺香港工作，你亦都喺英國、歐陸以及全世界中嚟到去工作。我哋睇到你計劃嘅其中一部分，就喺英國華人嘅群體當中。主啊，你將好多嘅未信之民帶到嚟，都係我哋中國人。我哋能夠用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同佢哋溝通嘅，主要我哋都係負咗呢個福音嘅債，所以求主幫助我哋眾信徒，幫助我哋呢度嘅弟兄姊妹，俾我哋能夠關注你所關注，體會你嘅心腸。我都將今日參加簡介會嘅眾弟兄姊妹嘅心交喺你嗰度，因為主你係監察人心。你係親自呼召你自己嘅工人，所以求主喺弟兄姊妹心中嚟到去繼續感動。如果你已經係清楚呼召，而弟兄姊妹係有猶豫或者卻步或者擔心嘅，願主親自以你嘅應許嚟到幫助，以致弟兄姊妹可以用信心勇敢去踏上。如果已經做咗決定，又計劃報讀嘅話，願主又預備佢哋。幫助佢哋同埋家人一齊去面對呢個受訓之路。我哋預先將呢個報名嘅情況同埋弟兄姊妹入讀嘅事情交喺你嘅手中，願主親自去帶領，讓我哋有第一批嘅道學碩士嘅學生，讓佢哋能夠成為好好嘅同心嘅同路人，一齊走呢條天路。又願主加力，繼續俾我哋兩間學院，我哋嘅老師同工，同埋好多義務幫助我哋嘅牧者，讓我哋一齊成為天國嘅大軍，就好似昔日大衛，佢能夠有一隊好壯大嘅軍隊嚟到去打仗一樣。願我哋兩間學院一齊回應你嘅呼召，能夠為你嘅國度培養忠心嘅傳道人嚟到去服侍呢一個嘅世代。願你嘅美意嚟到成就。我哋將今日呢個好順利嘅簡介會嚟到呈獻俾你，感謝你，禱告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